下来继续来看台湾中油伫非洲的查德，探干开发10多年的炭区，今年第一届挖到石油。第一台船载着原油95万桶，已经全部运到高雄的炼油厂。中油讲，未来会继续来复制着这届成功的模式，开采更较多原油。 大型邮轮慢慢驶入中油高雄的港区，内面载是中油经过17吨，伫非洲查德辛苦探勘的成果，头一批原油总算运到台湾。路过酸天迎接这互人欢喜的成果，95万桶原油，一桶是50加仑，这是台湾中油头一摆开采到石油。在天候不佳、物质匮乏的非洲查德。 纪录片内面会使看到驻地160个工作人员伫卫生环境不好的条件下，拍拼克服当地环境，总算发现有经济价值的奥瑞油田，得到当地总统的生产许可，头一摆以国际矿区经营者的角色进行油气的探勘。未来呢，还会视整个国内的需求，还有国际的情势呢，做一个弹性的调整跟调度。未来嘛，希望讲用这个成功模式，复制到其他所在，开采更较多原油。最大的目标还是希望可以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哦，继续去海外的有一些开发价值的矿区，那复制这个成功的经验，让我们整个国家的油气能源的稳定供应可以做一个更直接的贡献。 将油运回台湾过程真复杂，成本嘛真悬。不过，因为这是台湾头一摆伫海外挖到原油，有特别的历史意义。